嘎发还是呢？嘿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呀嘿爱自家卤鸡种菜，吃吃看呐。呀嘿就是这是，嘿是什么？是不是的是？呀嘿爱自家就是我自己，来跟着念，爱自家。爱自家，安慰，念得很棒哦。卤鸡种菜，卤就是卤这个字，鸡就是什么的什么的，叫做我卤的。种菜，种菜，种菜就是酱菜，哎，这是我们常吃什么酱瓜啦这一类的东西。吃色看呐，吃就是试一试的试，吃色色就是吃嘛，所以吃色看呐，哎，你试试看看哦。哇，味道很好哎，咪西懂好，咪西就是味道的意思，咪西懂好就是非常的好，懂就是很，就是英文字的 very very good， 懂好，哎呦，很厉害，你很厉害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！好啦，你喜欢带一包回去哦，你黑丝的后色。后些就是好吃，带一包回去吧，就带一包一包，转黑就是带一包回去，会了吗？来，我们来看来宾示范哦。呀嘿，俺自家卤鸡酱菜吃色看呐。你是懂好，你很厉害。黑丝的后些就带一包转一啊。考你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，怎么说？你很厉害，好